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11万7000剂 AZ 疫苗早起坐到大韩航空的班机送到桃园机场，第一线医护人员会使大清楚。台南后壁的农民昆宾伯啊早起告别式，总统蔡英文跟行政长苏贞昌拢到台南送伊最后一程。早起7点05分，玉山开始落雪。气象局表示，伫初九之前，玉山更有机会会落雪。新闻开始来看，今仔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咱国内增加3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分别是来自美国、加拿大、甲波兰。今仔早起有11万7000剂 AZ 疫苗已经由大韩航空的班机送到桃园机场，第一线接触到病人的医护人员会使大清楚。那么来听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下晡上盖新的说明。有3例境外移入的案例分别由加拿大、美国及波兰入境今天早上那首批的那是 AZ 的疫苗11万7000剂。那上午11点21分，由韩国大韩航空的班机那抵达桃园机场，先开放直接照顾含采检 COVID-19 确诊或疑似个案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先开放起。第一剂的22天后有71%的保护力，那2剂间隔12周保护力可以达到81%，这是 A 剂跟我们签约里面所要提供的一部分，不是 COVAX 的。再来关心咱国产的疫苗，高端公司甲全台湾11间临床试验中心合作，正在进行第2期的试验。部里桃园病院院长徐永年嘛讲，伊家己嘛有参加试验，嘛已经做过些状况阁真好。桃园市长郑文灿嘛强调讲，会100%按照中央的听数来做。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名册完成造册，那11家急救责任医院，那医护人员几乎都有这个参加了这项的疫苗接种计划。那我相信他们站在第一线，那应该要优先被保护。我们医院是高端的疫苗的这个所谓人体试验的一个医院，我已经打完了啊，现在还不错，状况你看我都没有太多的其他的一些副作用。部里桃园病院之前呼吁病院的医护人员会使加入预防性的试验。院长徐永年伫1礼拜之前已经申诉，逐工拢会记录家己身体状况，目前是无副作用。高端公司预防社是国内头一支甲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开发的疫苗。去年9月底开始第1期的临床试验，12月底进入第2期的临床试验，试验的对象拢总有3700个人。针对日本的案例，咱国内专家是认为，一般做疫苗拢会引起免疫发炎的反应出血性的脑中风是较少发生，所以日本的案例应该是甲疫苗无啥关系。台湾今仔嘛开始有头一批的疫苗，专家是建议政府要赶紧来建立不良事件通报的机制，让民众安心。日本传出第1例做新冠肺炎疫苗了后，发生地图部下腔出血死亡案例，是毋是甲做疫苗有关系？有关爱调查。咱的专家认为，地图部下腔出血是一种急性出血性脑中风，主要原因是动脉瘤破气所引起，有可能是个人本身就疾病风险甲疫苗关联性较低。蜘蛛脑膜下出血，这个跟血管阻塞比较没有关系，它是一种有点像血管破裂那种出血那这种很少在打疫苗之后引起的。黄立明表示，做疫苗会引起较强烈的免疫发炎反应，常常看到的是做的部位会痛、红肿、少数发烧、头壳痛、筋肉酸痛等，较少发生出血性脑中风。因为台湾新冠疫苗特别开始做建议政府赶紧建立不良事件通报机制，第一时间甲民众沟通。若无，真可能甲去年韩国做流感疫苗死亡事件了后，台湾出现无人去做的情形同款。比较好的做法是，政府要找一个有公信力的机构，要在第一时间就说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可能是或者不确定，或者可能不是让民众了解专家初步判断的结果。黄立明指出，台湾上近第1季有希望开始做新冠疫苗，
啊，不过因为数量少，加上各种疫苗保护力拢无同，要达到全人口6成拢做到，恐怕要等到2022年才有机会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纪录片变作是台湾上出名的做事人，台人后壁的昆宾伯啊，顶个月20过身，享受92岁。伊早起告别式，总统蔡英文跟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到台人，送国策顾问黄坤宾伯啊，最后一程。纪录片《5米路》的主角昆宾伯啊，顶个月过身，3号透早是举办告别式，政界包括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担任市长吴怡萜等人，拢亲自出席，送昆宾伯啊最后一程。颁证褒扬令。那个主办单位。看了5米乐了后，来到咱的后壁。咱的分贝伯啊，嘛是甲因欢喜开讲。毋管大家是毋是熟悉，嘛毋管对方是总统还是大学生，只要是来找咱的昆宾伯啊，伊拢是同款的热情来分享。咱来继续疼惜台湾这片土地，就是对咱的昆宾伯啊永远的怀念。颁奖人是由昆宾伯啊后生以及查某囝代表接受。会中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感谢地讲，感谢昆宾伯啊，互伊了解台湾农业，更互伊知影啥物是脚踏实地。嘛感谢昆宾伯啊，互大家更较熟悉这片土地。其台南市长吴怡萜嘛颁卓越市民奖，肯定昆宾伯啊一生伫农业的重大贡献。昆宾伯不是皇家的昆宾伯？也不只是台南的昆宾伯，他是全台湾的昆宾伯，所以说他除了彰显这个农业的新的意义之外，最重要的是他非常谦卑的心。昆宾伯啊，因为纪录片5米路出名，进队伍超过50档，曾经得到全国钓米竞赛冠军。今年底因为年老，拢摕伫眠床。总统蔡英文曾经2度前往探视，顶个月20号过身，守基数92岁。议会中，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除了悼念之外，2位人拢无受访。记者郑云南报道。咱来看总统府前发言人丁英强，之前因为私生活被压出，所以辞职。监察委员嘛展开调查，认定讲伊咧做高雄市新闻局长的时阵行为不检，通过弹劾，以上听解法院。今仔早起头一遍开监事辩论庭，伊再婚的太太嘛出面接受访问，伊是真不满监察委员对因翁骗色的指控，嘛讲因翁佮继续受到政治对杀。穿肤色的西装挂喙暗，总统府前发言人丁允强伫因牵手的陪同之下，同齐出庭。这嘛是伊牵涉桃色风波了后头一届出面，因为伊方表出咧做高雄市新闻局长的期间行为无检点，监委立案调查，认为这个行为构成性骚扰，损害政府的名声，认定有失职，弹劾通过。以上听解法院，初三早起头一届召开监事辩论。为什么监察委员明明有看到完整的没有删除过的讯息，但是他们却完全选择忽略，对我身上还做出性骚扰的指控？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而且他们是完全选择忽略事实的一件作为。提出手机的图，丁允强因牵手对监委的指控表达不满，批评监委敢若以各方面的讲法，都甲丁允强安一个性骚扰的指控，嘛不满因翁婿到大，要是持续受到政治的对杀，甚至去有规个社会对杀。明明只是单纯的2个人的感情纠纷，为什么会变成需要有国家公权力来介入？难道现场的每一个你我他在感情里面发生的事情，都要由国家来评断谁是对谁是错吗？这届丁允强涉及桃色风波，若去互听解法院认定有过失，可能会被认着处分，包括上当时免职，嘛袂当搁做公务人员，退职1年到5年，薪界剥夺或者是减少退职金、减俸、罚款等等的处分。到底处分的结果安怎，嘛受到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7点05分，玉山开始落雪，积雪悬3公分。气象局表示，因为华南中站分系通过，佮加上高山的温度是真低，所以伫初9之前玉山阁有机会会落雪。
气象局表示，玉山7站回报讲，早起7点05分到8点10分，玉山落雪咯，有3公分悬。今仔的落雪主要是因为有华南中站分系通过，伫初6到初9哦，阁有锋面通过，东北风增强，所以只要高山温度伫0度左右，就阁有机会会落雪。再来看咱国内目前是真欠水，新竹、苗栗各台中的水库水拢存无到2成。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仔早起开会，宣布讲新竹、苗栗各台中今仔开始，规港的自来水会减压供水。另外，游泳池、洗车、三温暖等业者本地薪水爱至少10%，即马嘛提悬到20%。这个力道自即日起，新竹、苗栗、台中地区自来水减压供水的这个时段，由原本的夜间10时到隔日的6时，扩大为全日来实施。另外，每月用水量1000度以上非工业用水户、游泳池、洗车、三温暖及水疗业者节水率由减量供水的10%提升到20%。气象嘛，显示最近的天气应该嘛无啥物大量的雨水。应变中心表示，目前水情的灯号暂时无变，也毋过要爱加强渗水哦。新竹、苗栗个台中改做全港的减压供水，渗水量会使对5%提悬到7%。卖放任临时污井，佮公告取消使用地下水的水量限制，希望大家会使来度过这届欠水的难关。再来关心海草大的公投人数，环保团体今仔宣布讲，已经有35万份，嘛达到公投的安全门槛咯。经济部长王美花今仔嘛讲，会尊重公投的结果，若是公投通过，就袂伫康园的关东来起第3天然气接收站。也毋过为了避免欠电哦，未来可能需要增加500万吨土炭的用量。仁爱海草大公投人数也搁伫进行当中，加上进前28年假，人数的数量大大增加，挂号架到位的人数量嘛袂少。环保团体初三宣布，人数的数量已经达到35万份的安全条件，嘛希望会当持续欠管。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突破我们的就是安全份数的目标35万了。那昨天收到的份数是5万多，因为今天其实信件也是很多，所以我不知道，或许我们这1-2天又可以突破我们第二阶段的45万目标。针对这点，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尊重公投的结果，若是公投通过，就袂伫桃园关长起第3天然气接收站。不过安尼，都要考虑到欠电的问题，嘛会增加烧土炭的量。假设这个大潭的这一个没有盖起来，那南北调度，那这个对供电的安全上面。风险是会比较高。那更重要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努力在对中部甚至高雄的这个减煤那非常有可能这样的努力呢就会再回头。王美花强调讲，政府打拼的目标是能源转型，要增加烧天然气、减少土炭、减少空污。若是第3天然气接收站无起，供电的安全风险会更较悬，嘛有可能会增加500万吨烧土炭的量。中部甲高雄要减少土炭的打拼，就可能会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宣布讲要争取连任，也毋过连新闻是提案建议讲爱设专任的党主席。我界是认为伊的提案是针对有立委身份的江启臣。早起江启臣嘛回应表示讲，伊认为大家拢是为着国民党好。江启臣伫之前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阵，嘛有讲到讲，目前的时机国民党未着急，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见面。青年住好，青年住好，世代更好，世代更好。对青年居住的议题下手，国民党调集青年参政，启动计划。党主席江启臣坦白讲，国民党阁爱拼青年党员这部分，因为2040岁以下的青年选票，国民党比民进党减真济。为着2022年的选举，国民党要阁继续拼。不过对江启臣来讲，阁有党主席一关爱过。国民党智库的副董事长连胜文，佮提出专任党主席的提案。外界解读讲是咧逼有立委身份的江启臣落任。我没有，我觉得大家都是善意来希望党更好。党内的相关的规定、规章等等，不管是否修改或者要讨论，这个都有党内的程序可以来走。
江启臣指出，总主席爱专任也是检定，过去拢有例，是好也是歹，伊尊重党员的决定，党内会使接受无共意见，也毋是拢互党主席做决定。相关的提案会使透过程序来进行。另外，伊接受外国媒体路透社专访的时阵，伊表示袂记得和中国的主席习近平会面。两岸的这些高层的会面哦，对国民党来讲，绝对是一定要有意义嘛，适当时机嘛。而且在对等尊严的前提，对台湾有利的原则底下来进行嘛，就是要一个适当的时机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嘛，我们顺其自然。中国军机接来乱台湾，最近佮禁咱的往来进口，两华关系是愈来愈紧张。江启臣强调，台湾人袂接受一国两制，因为大家已经习惯即摆的生活。原来讲敢要恢复国中论坛，伊认为两华高层的会面对国民党来讲，一定要有意义和适合的时机。记者综合报道。昨嘉义警方伫高雄抓到一个绑票案的嫌犯，嫌犯嘛调情死亡。早起嘉义警方宣布破案，警方指出，这件绑票案有来的嫌犯，被害人的车顶红头装 GPS 来追踪，当初被害人是付出3000万才放人，目前已经抓到5名嫌犯，阁有一人还未抓到。伫阮访有电火的所在，有真侪台车缀着一名男子，无偌久，这车辆拢驶离着现场。这是嘉义掠人讨钱的第一现场。当时被害人车顶放装了 GPS， 了解着伊的行踪。嫌犯直接甲被害人扭就车，伊就爱付钱，才要放人。讨价还价之后，最后3000万那个成交，然后被害人就联系了他的友人。这个拿了3000万的赎金前往现场交赎款之后，再把这个被害人释放回家。家属付钱了后，被害人卡会当回来，等几个礼拜才甲报警。警方接手了后，伫2号前往高雄美术馆边仔来掠这个主嫌。现场非常的危险，员警为着自保，连开19枪。3号早时，嘉义警方宣布已经破案。当时参与这条案件，第一时间开枪的高雄警方嘛，再一概强调，因用枪的时机是正确的。他是在这个歹徒车辆的一个左前方哦，那因为有看到歹徒有持枪意图攻击哦，所以当机立断哦，来予以来使用警械。警方伫个嫌犯租厝的所在，阁有伊伫个小铺当中找到1700多万。目前除了要找后续的赃款了后，嘛要甲最后一名阁伫个外口走的嫌犯赶紧抓回来。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嘉义报道。再来看中科院伫3月份会进行6波的火炮射击，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个次新型的飞弹系统。中国的金宝船、中国东方红3号的海钓船，伫7月就出现伫南苏外海，这嘛是中国的金宝船今年头一摆出现伫台湾附近。气象署公告，中科院3月间伫东南沿海中有6波火炮射击。未接的射击也引起中国情报船接近。去年中共解放军的天空青户甲海大户侦察群都捌出现华东外海，海军记录侦测到东方红3号海钓船出现伫南苏外海，这也是中国情报船今年头一摆出现。我们科考船最大的亮点就是为了进行海上科研调查嘛，设置了一些装置，这个是舷侧 A 架，那个是尾部 A 架，通过这个把那个配备的绞车钢缆，用这钢缆挂上探测仪器，对水底进行探测。东方红3号是一只真好的海洋调查船，也兼具情报收集功能。专家研判，东方红可能是伫进行水文调查，甲进前接近火炮射击的中国情报船的目的较无同。另外，根据中科院的火炮射击危险范围甲距离，可能是射程超过600公里，精艇型兄弟1旋翼飞弹甲雷霆火箭。包括水平射击可能超过600公里的一些反制型的武器，就是雄2-1的增程版，或雄3的反舰飞弹的增程版，那借由无限高的高度来就是进行这些武器系统试射时候的一些参数的保护。中科院伫10、11甲10月19射击项目中，上大弹头高度标注是无限悬。有退休科研人士表示，可能甲中科院研制中的
新型特种飞弹系统有关系。正前就有传闻指出，中科院去年伫新型特飞弹的测试时，出现几啊摆不如预期的状况。这个月的飞弹射击测试应该是再次测试，希望会当达到有期有价值的结果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桃园，中地有一名姓陈的查某人，和诈骗集团的花言巧语骗去，讲要寄予对方10万块，好佳在又叫人员跟警察拼命阻止哦，才无去互骗去。那不会接就有问题啊？为什么不敢接？那我们就以那个用照相的啊。好啊，你看他还会不会回啊？阁是感情诈骗的案件，桃园中立一个姓陈的负责人，要汇代票10万块去外国。毋过去互问到这条钱的用途的时阵，并小说陈顺顺看到真紧张，不时就咧看手机啊。有叫的人员感觉有各样，遂通报警察来处理。员警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后，向陈姓妇人详细劝说歹徒诈骗手法，陈妇才惊觉受骗，并感谢员警及时说明，让他保住辛苦赚来的积蓄。中立分局表示，姓陈的负责人伫咧人面册熟识一个男性，逐工都甲小姐们甲关心，看时机到啊，就惊讲公司当时袂过，需要资金，骗讲来台湾的时阵才行医。这个姓陈的负责人是听甲耳仔啪，坚心就要汇钱过。就骗你感情的，也骗你钱的。你也差点被骗10万了。警察甲考劝讲，最近有真侪诈骗集团，惊甲对方有感情了后，就以需要资金登记、甲投资等等的骗术，要求汇钱过。警察当场请姓陈的负责人翕警察到现场介入处理的画面，传互伊迄个诈骗的男朋友，结果对方都拢无阁回任何的信息啦。这个姓陈的负责人才发现是去互骗去，成功阻挡这个诈骗的案件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卫生局今年的特约长照机构遴选有43间，因为不满70分无合格，也者是真不满讲因早就已经通过长照法中的评鉴，无理解讲为怎样卫生局该家己内部来遴选，因质疑卫生局是黑箱作业。卫生局长黄志忠嘛讲哦，会来调查来了解。长照机构的业者Keep伫高雄市议会内底开协调会，因为因真无简单通过法定的评鉴。甲高雄市卫生局签约做居家服务，结果卫生局煞搁另外定内部遴选，将因淘汰。里面有29个居服员，请问一下，我们的居服员几乎全部都没有满班，有的还跑去做慈济的志工，然后跑去做社区的那个据点的志工，根本就没有满班，何来的什么人力不足？就业服务站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单位里面的居服员，如果没有离开我们公司，就不能再领那个政府补助的缺工奖励。业者质疑评鉴是长照法面定，为何卫生局倒爱用行政内规另外定遴选？唔拿机制无透明，无合格无说明原因，嘛无退场的机制。卫生局回应会辅导无合格的业者。我今天已经指示我们副局长跟另外组一群委员，但是这些委员跟前面的完全没有关系，就是跳脱长照中心来了解这个状况，透过这样的检查辅导过程，你会去发现，阿董人真的是，但是如果说真的有一些需要改善的，那也要透过委员去做改善。但现场的业者对卫生局的讲法并无满意，认为安尼无公平的遴选本来就无应该存在。对此，卫生局长嘛表示，会另外组团队来了解调查这件代志。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伫基隆火车头的头前，有一个蒋介石的铜像，已经有70档的历史。基隆市政府为了改造广场，早起甲铜像拆掉，送去桃园的竹湖。也毋过，早起4点，有人伫铜像顶头破油漆写字，警方调查是3个嫌犯所做的。工作人员真细致，将铜像底座的螺丝松开了后，准备吊挂。铜像徛伫基隆火车站头前的圆环将近70年，是毋是拆掉过去有真侪证据？基隆市府为打造国门广场，初三开始拆，正式将铜像移走，也象征企图维权。因为这个原定的拆除计划也是配合我们基隆市的国门广场的计划，跟我们天桥拆除的计划一并来进行。那后续会按照我们原定市府的这个施政计划来办理。对在铜像移除当日，
伫透早3点50分，互人喷柑仔色油产，也影响到草坪。当像地座也阁被写台湾建国企图维权实践正义这字。警方甲派人力到场介护，也调路口的监视器发现有3人涉案。这个可疑人士，疑似泼漆的人士，那我们现在正在厘清这个整个案情，那查证他们的确实身份。那这是涉及什么罪？这个初步研判是应该是有毁损的。拆除东墙下一站会直接刷到桃园住户安置，另外东墙底座被看作是有历史文化价值。基隆市府表示，要如何纪念或者是标注，拢是讨论的方向。目前议员的研究也无结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基隆的新闻哦，基隆轻便铁路去年确定升级做基隆捷运，铁局局嘛请专家来评估，建议讲伫基隆到北岛会使用捷运来代替，也毋过所有基隆的在地人是真反弹，所以铁局嘛讲，内部嘛提出第3种可能的方案，互捷运甲代替会使做伙存在。基隆捷运伫基隆到八岛之间，因为路线容纳量无够，期末报告卡关。铁路局证实，目前有3个方向伫内部作业。除了捷运无入去基隆，甲捷运取代替原本2方向继续评估。新增加第3个方案，就是周边要拆掉，安尼用增加路廊的容量，互代替甲捷运并存。毋过到时阵代替可能只剩大轨，捷运受2轨。毋过，铁路局强调，这拢要伫内部评估作业，一切拢还未决定。这样的话也会消减了我们做捷运的效益，因为等于是这2个系统在互相竞争嘛，那这样子运量本来就不高，2个一分了之后呢，运量就更低了。从交通的效益跟经济上的效益来讲，两个系统并存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案。专家分析，因为基隆往上北的通勤通学的人，目前大部分是利用国道客运或者是家己塞车。若是伫基隆八岛之间，互代替捷运共存，分掉原本的运量，涉及互相的运营，恐惊了成本。国道甲国土规划合会认为，到底选择倒一种运具，其实要看都市未来发展规划。你要先弄清楚你的生活通勤结构会是什么样子，你才会知道你想要配什么运输系统。你的产业结构没有起来，那你去讨论这些东西都怪怪的，因为你都没办法保证你未来的运输系统可以支撑你想做的产业结构。铁道协会指出，基隆目前有40%人口外移到湘北工作。目前来看，中央各地方规划运具，敢若以移动需求来看，毋过无考虑到基隆未来在地产业发展。所以建议落实在地发展的考虑，各通盘考虑路线，避免建设了后反倒来加速人口外流。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桃园航空城日线捷运过的时间，今仔日来进步办理土地征收审议会，据09站连开案反对开发的民众，各有成员的团体早起嘛开记者会，因批评桃园市政府违背当年老站无要设站的承诺。讲这要征收人民的土地，是迫害民众的居住权甲生存权。因由被报调抗议，民众是要求土地征收小组应该爱先暂停办理，嘛爱桃园市政府唔通迫害人民。目前据09站各有4户的地主也未答应征收，市政府决定要按照征收的天数来进行。捷运局表示，会个继续向这4户的地主来沟通说明。再来看台湾高铁公司2020年针对高铁沿线地层下陷的检测报告发现讲，森林有3个所在是愈塌愈严重，也毋过目前是高铁安全的范围内底。森林管水利处是表示，应该是因为今年的雨水较少，地下水抽了上过侪，所以要求管内水质爱管理，望讲会使来改善下陷的情形。一期调播调后，农民至少2天需要灌溉一届，防止水流欠水打死。但因为今年雨量少，农民大部分需要抽地下水补充水源。但根据高铁公司向铁道局提出的2020年高铁沿线地闸下陷的报告，今年关后3处高铁行经的路段下陷量比一年增加。即马是细丛，头2天放一摆，若大丛去就较免啦，大丛去拢只头1礼拜放一摆嘛，不一定啊。是就无水啦，唔才爱放啊，无咱种稻啊，种稻啊，若无水就袂起来啊。根据报告，2020年
军人官三处高铁行经的路段下限量增加，包括高铁行经军人158线道下限量2.5公分，靠外台78线下限量3公分，和军人高铁站下限量3.9公分，分别比今年增加0.2至0.5公分。在就中央各项地层下陷的房子之后，会逐渐变成最大的变数就是水情。假如水情就是那一年的雨水多的话，地层下陷的表现就会很好。地层下陷，假如就水情不好的话，地层下陷相对会比较就是加剧。文管府助理处表示，配合中央防治第10项限，去年出题挥发也是丰田大约180口水井，希望减慢第10项限。至于高铁公司就表示，交通港的甲变量发展拢在可靠的范围内。因为安全无问题，会持续办理监测，并看进行办理预防性的违法监定，以确保高铁安全。继续为你报道。再来看营建署列管南投清境地区有7件违建的民宿，南投县政府去年陆续排时间拆除，今仔嘛拆掉一栋4层楼高的民宿，目前嘛已经拆6间了，佮剩最后1间，县政府嘛会排时间来拆。大型机具继续卡掉建筑的外墙，伫咧南投清境地区的这间民宿，是被营建署列管的重大违建之一。南投县府去年8月要求业者家己拆除，但是业者申请宽限到去年12月底，家己要来拆除。但是期限到的时阵，业者家己拆除的部分，嘛是无达到不堪使用的标准，因此南投县府联合派出4台大型的机具。强制拆除民宿1楼到4楼所有外墙甲内部设施。最主要就是让违法者不要再到清境地区进行滥垦滥伐，也达成我们在清境地区的一个长久以来管控的一个制度让我们清境地区逐渐的恢复原来的面貌。南投县府指出，这栋违建的民宿进前是林内分局的检查哨，后来检查哨废除，警方归还私有的土地，但是业者却伫咧地目不符，而且无申请建造的情形之下，违法新建大型的会馆，违建超过10年，被营建署列为优先拆除的对象。县府伫咧1月份已经先以违反水土保持法开罚10万块，对于县府严格执法，民众相当支持。这个会影响到安全性的问题啊，为了大家之后去清境玩啊，玩得开心，也住得安全，所以公部门做这件事情是好的。南投县建设处表示，清境地区被营建署列管的7件重大违建，为去年开始，包括家己拆除，也是由县府强制拆除，已经完成6件。剩1件还未执行，今年会搁再排定时程来拆除。记者南投综合报道。为了减少外来物种互人乌白蛋破坏生态，政府有奖励政策鼓励民众去抓。也毋过有动保团体是指出，亲像一寡青皮杜丁等动物掠去交予相关的单位，其实拢无好好处理，甚至互摕来食。因呼吁相关医毒的法规应该要重新检讨。外来物种青皮杜丁伫野外四界摊生，数量哪来哪济。不少地方政府会发奖励鼓励民众做伙来掠，一只发150到500不等。但是却出现有人直接把青皮杜丁破腹，伫因的头壳顶白泡啊，更有人拿钱甲因消死这款虐待行为。多数的捕捉方法不但没有效率，还会造成动物非常多的痛苦，甚至很多民众就是随意的攻击。早起动物社会研究会甲立委林淑芬做伙举办记者会，指出国内欠缺外来入侵物种移除的相关规范。地区民众在掠时阵有真侪乱象，而且这款欠缺专业测误的方式，甚至佫甲因掠来食是有真大的风险。有什么样的病毒、什么样的细菌、什么样的这个寄生虫，通通都不知的状况里面，抓他的人，包括真的给他吃下去的人，这个置这些人的风险于不顾。农委会林务局表示，委托专家咧掠的时阵，确实有相关规范，爱用人道的方式来处理，无鼓励民众用虐待方式来掠。但是嘛，坦白讲，除非青皮杜丁是民众饲的，若无这款行为是无法律通好管。因为绿鬣蜥它不是保育类野生动物，所以在野保法里面目前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立委甲动物社会研究会要求政府应该赶紧订定相关规范，建立掠、运送甲安乐死的人道标准，佮有尸体处理的方式。
尤其因是特别反对甲青批图钉掠来食，认为讲这若是形成一款新型的产业，颠倒会造成不当探证愈掠愈侪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伫2月初8重新开放境外学生入境的申请，昨又搁要求大学要注意讲，境外生伫7天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嘛袂使去学校上课，要带入去学校的宿舍，嘛必须要一个人一间。调伫杜拜超过4个月的时间，无法度来台湾读册。巴基斯坦的学生哈山，总算伫咧申请进前入境。14天的居家检疫甲核酸检测，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拢伫咧旅馆度过。到3月初4饭店就会当结束。Because we are now completed all the requirement, 14 days quarantine and 7-day home monitoring. So we are now free and we can go there by ourselves. 会当转去学校读册，哈山是感觉真欢喜。咱来2月初8重新启动受理来台湾的境外生。教育部初2搁发函强调讲，来台湾完成14天的居家检疫，采检阴性了后，才会当离开检疫场所。若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期，要是无适合就去学校上课。若要住学校的宿舍，就要安排一人一间。明星科大校长刘国伟讲，因学校有买100间符合规定的宿舍，大免钱，嘛认为讲这是学校爱负的责任。我更不希望说这些孩子们进来以后变成是防疫的破口，因为新竹地区也不多，所以我们就一批先进来40-50个。不过，境外生权益小组质疑讲，2月12日甲疾管署确认，自主健康管理期是落实相关的防护，避免群聚。根本不是像教育部讲的有这么悬的要求。疾管署所说的公共场所是指不特定人聚集的场所。但是宿舍因为是特定的室友固定聚集在那边生活，而校园也是特定的学生。针对这点，教育部长潘文忠顶一日强调讲，学校内底的人本来就较侪，为了降低风险，所以无适合去学校上课。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到初2为止，已经受理392件申请，核定201件，目前已经有58个人入境。记者综合报道。主治病院的花莲玉里婚宴最近咧说大楼的外墙，也毋过民众检举讲清洁人员拢无做任何安全设施的保护，就伫吊车顶头的工作，实在是真危险。花莲主治病院玉里婚宴清洁人员咧说大楼外口，2楼以上是用吊车吊人去洗，毋过详细一看，清洁人员竟然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互大家是看甲真烦恼。安全帽还是要戴，安全措施设备还是要弄好，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发包单位应该尽到监督的责任。高空作业本来就属于高危险又辛苦的工作，作业员本身的安全措施，相关单位也应该多注意。病院表示，这是1月2日为外户厂商负责清洁大楼案件，唔知影作业员无任何安全防护。不过根据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规定，吊车卡车载运人员高空作业爱全程配安全设备，卡车发生不幸，相关也有行政问题。移动式起重机使用搭乘设备，然后让劳工来从事这个高空作业的话，有没有哈？它会违反这个体重升降机具安全规则第35条的规定，那将会处3万到30万的这个罚款。安全设施没有做好而发生死亡或受伤的职业安全事件以后呢，那再会受到可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吊车业者是表示，正开高空作业人员爱全程绑安全锁甲安全扣，甲地面工作人员拢爱穿反光的甲安全帽。若是有人看到工程单位无按照相关规定工作，影响职业安全卫生署来检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师大婚林同乡会学生，逐当拢会登去婚林的偏乡国小来办营队，甲故乡的弟弟妹妹来分享因伫大海生活甲学到的知识。今年学生团队就伫石榴国小专工设计真事件的必须脱走哦，大家拢算甲真欢喜。要小声哦，不要惊扰异世界其他东西哦。一大群囡仔客做伙，斟酌咧解谜题。这是伫咧婚林斗六的石榴国小，这个囡仔就要想尽办法，找到通关的关键，才会当离开这间教室。第七在我这，第八。刚刚说他是第几集？哥哥姐姐们都很用心，带我们玩了很多的游戏，团队合作可能会找得比较快。超好玩的，要动脑一下，而且要观察一下四周什么东西的。
这是第4代婚林东乡会学生所举办的营队。今年唔但是国际甲家乡的文化，也佮规划活托、科学实验，甚至佮设计密室脱走等等的主题活动，或者囡仔哪算哪学，欢喜甲喙笑目笑。找一找我们的偏乡小学，然后去进行我们的返乡服务，设计了简易版的密室逃脱，可以让他们训练他们的推理能力啊。小朋友都玩得非常开心。那重点是说在玩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在学科方面的知识。第4代婚林东乡会学生讲，当年返来故乡的国小办营队，是因社团的传统，会当回馈予故乡，甲囡仔分享因伫大学所学到的一寡知识，是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牡丹乡原住民部落，有一寡传统的歌谣拢豆豆消失了。乡公所找来制作团队甲部落的歌谣班做伙，用2天的时间制作出一张唱片，希望甲这真珍贵的歌曲甲歌声拢留落来。我说了你。部落基佬慢慢啊，伫咧唱记忆当中的歌谣，播足侪唱歌的技巧，自然歌声感动在场的每一个人。老大人讲，即摆会当参与专辑制作，伊感觉真感动，嘛真心惜。后来成立，为了我们百万族的歌，希望能够再更进一步，让大家去认识，让大家去唱一唱，快快乐乐。牡丹乡头一张传统作物专辑，制作团队拜访足侪部落耆老，敲找传统歌谣金美，佮特别邀请作物老师教语言文理，互部落传统歌谣精神态度，会当互人知影。我们有很专业的主语老师，可以去做整个主语方面跟中文翻译很精准的那个翻译的校订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在设计怎么样呈现出这张专辑的精神，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点，因为涵盖了5个古谣班，我们这14首歌，然后怎么样去传递出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摆专辑的发行，牡丹乡公所邀集牡丹乡5个古早歌谣班同齐参与制作，透过音乐的记录，展现台湾丰富的文化。我觉得在对于推动我们这个文化，尤其在歌谣，甚至说可以延伸到说我们这个主语的推动。牡丹乡乡长表示，对就任了后，推销原住民工艺、作物甲文化。作物专辑的发行，更加展现台湾的热情甲生命力。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岛南生产的菜瓜品质真好，产量嘛真济。即马嘛甲附近的国小做伙，要用创意来卖菜瓜，希望会使拼出一条新的行销的路。云林的岛南镇是生产菜瓜的重要所在。当年的12月是种植的时间，不过今年的气候是较寒，影响到菜瓜的生长，农民得随主营养剂来保护因的生活。今年的气候算是比较冷，当然影响到它的生长部分了，而且今年的气候冷的话，又包括到它的冷度，造成一些寒害部分，但寒害部分我们是目前都是以营养剂的方式来做一个保护作用。早期这的菜瓜拢直接提去市场卖，是赚无济。后来农会成立果菜集会场，农会和农民是共同销售。菜瓜班的班长是表示讲，岛南的产量佮有产销的价值是真悬，大家拢真欢喜。有40几个，伫咱岛南这个产量甲伊的产销的价值足悬的，知名度伫占市占率差不多40%左右啦。农会嘛真照顾咱的农民，大家农会若介绍好，大家安尼很高兴啦。除了成立集会场，即马佮和附近的国小合作，希望用创意的方式来行销菜瓜，也通保留在地文化特色。松冈国小，甲咱这大松丝瓜班这边遮做一寡活动啦，包括叫人来参观啦、行销啦，咱这个所在知名度较悬，体特色较好咧，过界过咱这农民让好多保留这个在地文化甲在地特色。地方的农产品要出名，除了靠农民的用心，嘛要有大家做伙打拼，才会有新的发展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美国已经过身的囡仔册作家苏斯珀斯，由6本册互人检举讲内容有种族歧视，册里出版社宣布停止出版。这本我伫牛仔树街看到一册，描写查甫囡仔下课转去厝路上所看到的代志。其中一张画是一个亚洲人戴着尖头的圆帽仔，摕碗用箸咧食饭，互人认为是有种族意涵，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另外一本若讲我来经营动物园，讲的是主角想要有专属的动物园，这个所有的动物同齐去冒险。这一页画是2个躺车脚的非洲人，被画甲像高山仔，穿草裙，头壳顶绑一撮头毛。另外一页画是3个亚洲人的顶边有一个野青的白人，面上是挂着胜利的笑容。本里写的是3个亚洲人全拢有各样的目睭。这是美国已经过身、画甲真好囡仔册作家苏斯珀斯的作品。伊的另外4本册《麦克莱格的水池》、《斑马之外》、《超级差人》甲《鸟的提问者》拢总6本，上早伫1937年甲1976年之间出版，即马拢因为内容涉及种族歧视，将停止出版。It's just evidence of how far we've come. That we look back at those images and we say, you know what, it just doesn't fit who we are and want to be.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for children to know that we're not perfect, and sometimes we do things that maybe even Dr. Seuss would redo today. 苏斯家族所创的苏斯珀斯企业声明指出，这款册以上海甲错误的方式描写人，更大目标是确保旗下出版物会当代表并且支持所有社区甲家庭。不过，对苏斯珀斯的册卖来讲，就真袂当接受，尤其是3岁册字是苏斯珀斯的名单。It's just a trail of censorship that's ridiculous at this point. 苏斯珀斯1904年出生伫美国麻州，1991年过身。伊的作品被翻译成数10种的语言，伫全球100多个国家销售，高达有关是销真好。2020年估计入销3300万美金，比起5年前大约950万美金悬出真济。虽然安尼，最近册内容涉及歧视一直互检视，批评的声音也袂少。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东欧的乌克兰，有真侪爱运动的民众去经过5个国家的科尔巴千山爬山出色，这可能嘛是疫情期间上好的活动，唔但使教人保持社交距离，更使来享受自然的风景。热天白云，4个日长拢是山，登山客踏伫咧山顶头向山顶行起嚟。受疫情影响，伫过去1年，各国政府要求居家防疫。真侪俄罗斯也拢暂停营业，真侪民众无爱踮伫咧厝内。乌克兰的科尔巴千山疫情期间就真侪游客。Враховуючи ситуацію з пандемією, коли багато видів відпочинку взагалі закриті, тому що десь в якомусь розважальному центрі великий шанс захворіти, то тут це ж повна ізоляція. 因为无法度出国耍，国加上今年冬天科尔巴千山落雪量比普通时较侪，雪真高，所以来遮的人就比往年增加1.5倍。Здесь, в Карпатах, я не ожидал. Достаточно глухом когда-то углу. Трафик почти как в Шамани, в Альпах. Вчера лезем на гору, рядом ребята катают фрирайд, кто-то идет скитур, кто-то лезет на соседний маршрут, на эти шпыцы. 山地救援人员提醒讲，伫山顶天气变化真紧，有当时看日头出来真烧热，也毋过有可能半点钟了就乌云大天。除了要随时注意天气变化，也要防止人增加了以外有社交距离伤远的情形。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来看美国民间的太空科技公司 SpaceX， 今年第4季要甲普通人送到太空了，有4个人参加这个计划，其中有一个是今年37岁艾萨克曼，伊伫22岁就家己创业，开一间1年营业额3亿美金的公司哦。伊伫29岁佮开一间飞行训练公司，即卖已经正做是全球上大规模的私人空军。从人类展开太空活动以来，为头一个上太空的前苏联太空人尤里加加林，到后来侪太空人，拢是各国政府招募训练的专业太空人，而且有不少是各国空军飞行员出身的，嘛拢有公务人员或者是军职的身份。
即届要带领4个人的团队坐地球轨道飞行的太空指挥官，伊是1983年出世，即嘛还未满38岁的艾萨克曼。从细汉就想要成做一个优秀的飞行员，还阁想要飞去太空。 When I was in kindergarten, I remember looking at picture books of the space shuttle. I told my kindergarten teacher that someday I'm going to go to space. She told me she'd be watching in her rocking chair at some point. So I've made aviation, aerospace a big part of my life. 不过，艾萨克曼创业甲飞行并无直接的关系。伊开一间透过网络执行第三方支付的企业。虽然伊毋捌做兵，不过较无30岁的时阵，就摕到几种喷射战斗机的飞行执照。 而且伫29岁迄年，创办合作国际新量的飞行训练公司，会当讲是全球上大规模的私人空军。除了去过各地航空展览、做特技的表演，目前因上新的业务是说服美国空军甲战机飞行员的空战训练科目外包互因，由国际新量公司才会替换海军甲空军的飞官，继续调人来甲因做训练，甚至参加等级真悬的红旗演习。说落来会成做即届单纯由民间人士参加的太空飞行指挥官。 We want to make space accessible to everyone. You know, the NASA selection process, you know, you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getting hit by lightning. 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咱再来看，澳洲有8个关心气候暖化的青少年，因带头向法院提起集体的诉讼，因要求环境部长拒绝一项迄个煤土炭场的扩建计划。 8个无到18岁澳洲青少年礼拜二到墨尔本加罗示威，各向联邦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要求环境部长拒绝新南威尔斯一个炭坑的扩建计划。 And I'm asking the court to recognise that, as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Susan Lee owes us as young people, as marginalised people, a duty of care. A duty of care that she will directly violate if she approves the Vickery Extension project. 迄个学生指出，这炭坑开采会制造3.7亿吨的碳排放，会互气候变迁更较恶化，带来更较侪环境灾难，冲击少年人未来。 I'm terrified about hearing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like bushfires and droughts and floods. 86岁亚瑟修女是这群学生的发展监护人，伊认为囡仔勇敢采取行动对抗暖化，已经为大人做一个真好的模范。We need to take action, not to write papers, and not to plan for 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but to take action right now. 澳洲是全球碳排放量上悬的国家之一，这几年受气候保证上之苦，苦化也会真侪提过囡仔认为，减少炭坑开采用有效降低气候变迁的冲击。这由青少年发起的诉讼，伫澳洲演讲是第一摆，也提醒大人唔通好言子孙。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辑。下半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